这人甲狗仔到底是要安怎斗阵才会和谐呢？来看这家己布地永安里的大寮，这单呢是传出有狗仔咧虐囡仔的代志。加在这囡仔人是无着伤，也那家畜疾病防治所是表示讲已经有派人去甲了解，结果发现这只咧虐人的狗仔是有人咧饲的，所以会来追究相关的责任。每当本所的囡仔听到狗仔咧吠的声音，外头就看到狗仔向伊撞过来。囡仔本所拼咧赶紧走，加在有大人出现，狗仔才该去约本所车，囡仔才无来发生代志。这家伙就搞过大，这你啊就本就不要搞了，然后我较过。厝边仔咧讲，有当时若听着迄个垃圾车的车来，本所车来吼，来迄个阴间吼，伊就拢会安尼走安撞。啊，拄好阮孙啊伫即边才惊。要看本所处理的时阵，才咧来约，全惊去撞去。这件代志发生伫布袋镇永安里的大寮，嘉义县家畜疾病防治所表示，接到民众的通报，有派人去现场了解状况，发现这只狗仔毋是流浪狗，是有人咧饲的，会来调查甲追究主人的责任。本案后续将函请该名事主依法提出意见陈述，因为该犬只出入公众场合没有7岁以上的人伴同，已经造成疏纵，最高将开罚15000。民众表示，这附近常常有狗仔来约车、约囡仔，足惊倒一天会来发生代志。不管是流浪狗，也是人饲的，这对当地已经是真严重的困扰。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到协助处理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